轉來看咱國內，平湖竟然是有一陣囡仔住佇個環境真垃圾、敢若四平的房間，其中8個還未成年的囡仔是靠因打成年的阿兄阿姐出去做散工賺錢飼因，也爸母人咧，風聲講是8個月前媽媽就已經離家出走，不過爸爸也攏無咧來過。不過這款狀況煞去互平湖的縣府認定講無達到愛保護、愛緊急安置的程度，引起爭議。門中要歹去，便所內底衛生紙一堆有夠垃圾，內口灶骹四個攏是食過煮過碗甲鼎，貼甲規個，也佫有臭味。平湖烏西鄉這個衛生條件真歹所在，竟然有8個囡仔住佇遮。真較早因來遮徛，阮都毋捌看到因人啊。烏西尖山村一條阿某就俗俗生13個囡仔，老母佇8個月前離家出走，也甲囡仔社福部做口座摕走，老爸也攏無咧插無咧管。拄成年的阿兄阿姊只有出去做事，來剩8個也細漢的小弟小妹，一寡遮細漢的囡仔客佇大約4坪的價間，厝邊隔壁看到是真毋甘，也北向民意代表來反映。環境是當阮甲阮志工拼清氣的啦，阮村長攏帶阮來拼。我甲爺弟問講，爸母攏無插，互遮濟囡仔佇遮爾歹的環境內底生活，無先前教養責任。為安怎平湖縣政府也用未達保護程度為理由，無來趕緊處理。先溝通，不行的話，我們將來還是有安置的計劃。根據這個兒少法第56條，即個兒童甲青少年無受到適當的養育，也是照顧，有隨就醫的需求，也是講有遭受這個身心的虐待，就可能有安置的必要。不過專家也指出，若是阿兄阿姊其他照顧者也是有能力來照顧未成年的小弟小妹，加上囡仔無隨有的性命危害，基本上就袂來安置。另外，安置床位甲人力攏真有限，社福團體呼籲講，地方政府先提供大個所在讀冊物資者援助，以穩定囡仔生存為優先。有沒有一些預防性的工作、支持性的工作可以做？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是說，假使我們現在已經發現他們家的狀態是手足，然後在撫養或者是照顧更小的這些孩子，那我們有沒有一些實質上的協助？第三個是，假使真的有需要去做就是安置的話，那政府應該要去做準備。那個準備是我們到底有沒有更多的床位？社會團體提醒，強調安置頂有時跳線的家庭成員是社會安全網最後一條的防線，也過無一定是上好的方法。地方的社工、衛生局應該做更加詳細封查，若家長無配合，也應該請警察局來協助，建立跨部門合作機制。記者綜合報道。